当你沉迷的时候，老师有时要锻炼你，又怕你受不了折磨而倒下去。老师有时想责备你，又怕你经不起这份责备，而对到三心两意，失去信心。每次见面，只有慰问、鼓励，给你们高兴，给你们打气。当你们佛心发现要度人度己的时候，老师心中是多么欢喜。当你们天理与人欲在打斗，看你们内心在挣扎的时候，老师心里是多么难过啊！当你们要战胜自己，明心见性的时候，更是经过多少的坎坷。你们度人，不知花了多少心血，用了多少金钱，受过了多少的委屈，受多少毁言谤语，才有今天的成绩。徒儿们，你们都是道场的骨干，你们都是道场的全员，你们都默默的付出，你们都背地的帮办接的推动法传，你们都远离父母，在外修道，找寻圆胎佛子，你们各尽各行。每一次看到了这些，无不叫为师我痛极心肝，怎不叫我泪湿衣衫？我是多么愧对大家成全，希望你们在凡俗里做个榜样。
石上，让千万人沾到自辉之光，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，让千万人了脱着苦海的汪洋，让千万人的九玄七祖一起沾光。徒儿们坐下吧。突然来这招，顿感彷徨茫然。徒儿啊，会不会啊？每每徒儿入班，总是那么的诚心，又满腹愿力。但每每徒儿出班，总是那么的无法把持自己。道场见礼，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？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？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？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？为师真想天天开班啊，因为徒儿们都只有在入班的当下，才能够感觉身心灵的平安。因为徒儿只有在入班的当下，才能激发智人勇的非凡。徒儿们听课的状态啊，大部分都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啊。徒儿啊，醒了吗？醒了。醒了吗？醒了。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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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过来，出来！告诉诸位徒儿们，一生之计在于上，
说一遍，一生之计在于少，是在于少还是在于老啊？童儿啊，一生之计在于少，不是老啊。一生之计在于少。徒儿可有好好策划自个的人生啊？有没有啊？没做扔是没了，完了。一生之计在于少，为师想听听徒儿有何大计呀？说，有何大计呀？计划是计，还没做到没关系。老师想听听我们跟伙伴有没有什么未来有什么计划？大计。大计划。不是计划，大计。大计。谈谈我们未来的大计。老师慈悲的，看哪位伙伴要起来向老师。我们把头看看天花板，看看可能想出什么大计。老师此次是不是要我们希